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靠主得力，達到所設嘅目標。今日要讀嘅經文係腓立比書3章13到14節。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條白竹蟲，就是硬殼蟲，撈蜈蚣蟲好長嘅，佢就撈一隻蛤蟆傾偈。蛤蟆就問白竹蟲話：你按多嘅腳係兩邊樣行法呢？你行嘅時候係先擺拉一隻腳呢？一隻硬殼蟲就試下看，行嘅時候先擺拉一隻腳，但係兩邊擺也擺唔到後，後來就擺到開去。佢就講：我唔理咯，我愛照咯。當佢愛照嘅時候，又連拉一隻腳先擺呢，還能用一來，滾到佢一步都行唔入去。過去一瞬間，一條嘅光就從雲度灑出來。佢一看到日光，心底裏就大大嘅歡喜起來，就向見一條嘅光奔跑過去。佢忘記開佢按多腳行照嘅次序，但係竟然就行得入去。我哋一齊嚟默想，我哋越係練自家嘅時候，就越唔能夠向前照通。某個時候，我哋望見主嘅光，就會唔知唔覺嘅邁步向前啦。進入新嘅一年之前，你設立開某個嘅目標呢？面向見陽光，陰陽就只會在你嘅背後。我哋一齊嚟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你嘅慈愛比生命更加好，你嘅光芒照開黑暗，照亮我哋嘅心，也指引我哋前面嘅方向。感謝主，並講我哋生命有意義、有目標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唔會看自家嘅軟弱，留慈悲嘅心。而愛單單仰望你，就有勇氣、有力量，向見前面嘅目標，努力嘅邁進。期望我哋嘅靈命壯進，遵行你嘅道，凡事得你嘅喜悅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